你重注擺入去揸佢10年8年咧，你個財富係升值幾百倍嘅。你如果執1萬蚊，就變咗幾百萬；10萬蚊就變咗幾千萬。你使乜炒其他股票得㗎？大家好，又翻到嚟華盛證券嘅 YouTube Channel， 我哋今集快富 Guide 除咗繼續有我思晨主持之外咧，都繼續有倫常年倫大師同我傾下偈嘅。倫大師歡迎你。你好。係啦，咁啊嗱，要去翻我哋嘅主題噶嘛，今集即係快速致富或者更快致富啦。因為通常聽到話極快致富都未必係一啲好嘅例子嚟嘅。但係我想問下倫大師咧，就係即係因為你喺我哋即係投資分析界別都有好多年嘅經驗啦。咁你覺得咧以前嗰個年代咧係咪容易快速致富過依家？另一或依家嘅 Gen Z 或者後生會快啲，因為畢竟我哋有 crypto 啊嘛。我諗係80、90年之後咧，就嗰個財富增值嘅機會就大好多嚇。因為咧喺20世紀咧，有一隻股票咧係升咗1萬倍嘅，嗰隻咧就係 Philip Morris， 其實即係萬寶路香煙。萬寶路香煙咧就20世紀咧升咗1萬倍，不過你冇咁長命啊！你買咁耐可以升到1萬倍係咪啊？好難。但係咧80年代之後咧，喺美國嗰個電腦科技新興之後咧，就出咗一批公司好犀利嘅，個個都識㗎啦。最先出嘅咧就係微軟、Apple， 咁啊跟住咧就係 Google、Amazon 呢啲。咁啊，你睇下微軟咧，佢由上市到最高咧，係升咗3000倍。蘋果都差唔多 ，Google 咧即係 Alphabet 咧就出現得遲啲啊，因為佢係98年先上市嘅，咁就佢都有幾百倍。Amazon 都過1000倍 ，Tesla 都過1000倍。咁即係話，其實咧你能夠掌握到呢啲新嘅公司喺佢升勢嗰一段時間咧，你重注擺入去揸佢10年8年咧，你個財富係升值幾百倍嘅。咁我舉一個例就係香港亦都有一隻嚇，就係騰訊。騰訊2006年上市係3個8，咁佢分咗1開5啊嘛，7、35。即係5毫紙上市嚇，佢最高去到170蚊，由上市到最高嗰時咧係升咗1000倍。即係你喺呢段時間咧，由你2000年揸到2018年、19年咧，你一定有幾百倍嘅升幅嘅。你如果執1萬蚊，就變咗幾百萬；10萬蚊就變咗幾千萬。你使乜炒其他股票得㗎？你揾住嗰段時間最紅、最威水嗰隻股票，你買就得㗎啦。美國有個 website 咧，就專門幫人哋睇長線投資嘅，好多隻股票都係由上市到最高都升過1000倍嘅。你揀嗰啲已經夠㗎啦。香港最威水嘅股票就係騰訊，美國之前最威水嘅股票係 Apple， 最近係英偉達，你咪買呢啲股票咪得咯。你唔需要睇其他嘢㗎，你唔需要睇分析員㗎啦。唔係，點解大師？我頭先你喺度講嘅時候，我正諗咗個問題就係諗話，你曾經有冇都後悔過？就係當年佢哋啱啱上七紅嘅時候，我淨係唔會知道嘅。係咯，當身家擺咗 Microsoft，其實你根本唔使炒其他股份嘅喎。係啊，你 Apple 你上市嗰時咧，開頭好好㗎，但係去到96年生少少執笠㗎嘛，因為佢哋踢走咗 Steve Jobs 啊嘛。咁咪要96年請佢翻嚟救亡，咁先好翻。2000年先企穩陣腳。佢真正升嗰時係2007年出 iPhone 嗰陣時嘛。你2007年開 iPhone 嗰陣時買已經得啦，已經升咗幾百倍噶啦，因為佢分拆咗3次噶啦。所以我覺得最難嘅係咪就係嗰個，我唔知係眼光啊，要揀中嗰隻，仲要係一個時機喎。即係你要揀啱最威水嗰隻，因為嗱。港股騰訊你個個都知㗎，美股 Apple 個個都知㗎，
咁啊，你講到 AI，個個都買英偉達㗎，冇其他㗎。你唔使旁敲側擊，你唔使追 AMD 啊嗰啲，或者 Broadcom 啊嗰啲咁嘅嘢㗎。你要集中火力，如果係對嘅，你就瞓身落去，咁咪得咯。係咪倫大師？據我所知，因為頭先我哋都有特登傾咗個計先啦。你而家都係美股、港股各靠一隻去支撐你成個 portfolio 嘅盈利增長咧，係咪啊？隻匯豐加 Apple。而家我買匯豐嚟收息嘅啫，因為佢一年就話唔使，即係我平唔係而家百幾蚊買，幾廿蚊買嘅，而家收息收得幾好咧，就我要養老噶嘛。你賺價又賺息嘅，你係賺價又賺息嘅。咁咧，我要賺嗰個回報嘅，即係 capital appreciation 嘅，即係要股價升嘅，我一定會揀英偉達，因為咧佢係壟斷咗嗰個芯片個市場啊嘛。係嘛？即係 even 佢而家喺呢啲咁嘅高位，你覺得始終都係佢嘅喺資產增值方面嘅選擇不二之選啦。OpenAI 啊、Microsoft 啊，其他咧都唔想 NVIDIA 一間公司壟斷晒95% 嘅市場，都特登俾啲單俾 AMD 啊，俾啲單俾 Broadcom 啊咁樣啊，或者俾 Alphabet。但係當你有90% 都係建立喺嗰個 architecture 嗰度咧，你好難轉嘅。就算而家中國啊唔俾人買呢個英偉達嘅芯片，其實 AI 都係建立於英偉達個 architecture 㗎，你好難走㗎。因為你成套軟件、成個 program 都係跟佢個 Scuda 嗰個系統做出嚟㗎。咁你其他系統唔係好，即係你要重新再做過咯，係嘛？咁所以你係最緊要係揀一隻股王，跟住佢就得㗎啦。你唔使炒其他嘢嘅。咁你覺得你自己喺投資嘅人生經歷上面有冇呢一隻股份咧？有，我呢3隻我都買咗。我都賺幾廿倍，即係英偉達冇，因為我買得遲。係咯，啲即係算遲㗎嘛。騰訊咁樣，我最初嗰陣時係9蚊買嘅，點解買完嗰一日咧，跟住第二日咧，仲啱啱 Citibank 有個大客俾人哋斬倉，跌咗落去8蚊，嗰時買咗1萬股，我就斬咗佢。嗰1萬股最高嗰時唔知幾多錢啦？嗱，我買嗰時9萬蚊，最多去到3500萬。唉，真係我都未試過止蝕得咁慘嘅，但係後尾我係即係，因為佢一開唔係我係10幾蚊再買過，咁啊去到成600幾蚊先走嘅，即係我有即係我買隻嘅騰訊我都升咗幾十倍㗎啦。咁會唔會係你而家有少少個投資理念係夠大嗰啲股份咧？就算你會走波幅或者去食糊啦，即係好似頭先咁講，其實你都唔會走晒咧，即係佢係會持續好似揸到最後咧。咁咪同你嗰個頭先講嗰個理念又有啲唔同啦。你覺得揸到最後其實可以有食糊？佢已經過咗最光輝嘅時間啦嘛。咁就要蘋果，我以為佢就過咗最光輝嘅時間，但係佢仲喺度升緊嘅。我都唔知點解，所以我仲留咗好多蘋果，係嘛？咁英偉達咧，我諗佢仲未過最光輝嘅時間，仲可以跟多1-2年啦。咁但係如果依家嗱，你覺得作為我唔知係咪叫新手投資者啦，又或者佢哋未可以去好成功致富嘅投資者嚟講，點樣去揀一啲新嘅股份咧？因為呢啲已經爆起咗又大啦嘛，係咪揀啲新股類型嘅咧？又睇好前景咧？新股你要講運氣啊，因為咧嗱，你要了解個經濟嚇，係而家係乜嘢主導個經濟？而家係高科技、人工智能主導嗰個世界嗰個經濟。咁你嘅選擇就係即係好似英偉達呢啲咁嘅股票啦。咁好似蘋果嘅 iPhone， 哇犀利啊，紅霸成10年咁樣，佢就係不過佢而家都係得個 iPhone， 所以我覺得有啲失望咯。咁但係你都冇諗住會離開蘋果嘅懷抱嘅？今年初我都已經諗住要沽咗佢㗎，但係點知佢都仍然係賺到錢喎。
佢今年都升咗35%喎，咁咪留住佢咯，係咪？如果佢唔升嘅話，我都要掟㗎咯。所以你俾到大家對於呢個投資策略部署嘅建議係咪？其實如果佢仲有一個唔錯嘅升幅，又唔使急住做一個止賺嘅部署咧？係啦，你要了解嗰個經濟，佢係咪到咗頂？你嗰一注錢一定要買市場領導者同埋個經濟最增長最大嗰個地方，揀嗰個贏家出嚟，就唔好跟住其他人買。咁啊，你揀到一隻winner 即係勝利者，你就揸住佢，有咁耐揸住佢，因為咧而家嘅世界嗰啲贏家咧可以壟斷全世界，佢估計可以升1000倍嘅。所以點解話 winner take all 有呢個？係啦，呢個就係完全係啦，贏者係獨贏，一注獨贏嘅啫，冇第二個已經係輸家㗎啦。因為我原先就係想問，咁2026年我哋會唔會可以睇一啲新嘅投資概念？就係有好多投資者想快人一步或者先人一步，即係行先一步啊嘛。你 AI 概念都已經講咗全年啦，2026年即係學倫大師話齋，我係咪繼續買 AI 概念股？因為有啲嶄新嘅，大家都知 SpaceX 又傾緊上啦，即係一啲太空概念股，又或者即係2025年開始講嗰啲咩量子概念，你係唔建議追逐呢一啲喎？太空咧就太過虛無縹緲啦，根本咧係人類係冇可能征服到太空嘅，你係物理上嘅限制。你而家人類喺70年代送個衛星出去，到50年之後都係一光月好似咁上下啫嚇。你去到第二個星球要4萬光年，係根本唔可能做得到嘅。咁啊，你話太空 mining 啊 this 我覺得呢啲係幻想嚟嘅啫。呢樣嘢我就唔會 buy Elon Musk 嘅嘢嘅概念，因為我知道，因為呢個時空太遠。根本就冇可能做得到嘅事情。咁啊，量子電腦計算咧，暫時咧就未去到嗰個應用嗰度嚇。好似黃仁勳都講過，就最近好似 IBM 出咗一個軟件咧，因為量子嗰個儲存咧有好多問題嘅，佢會自己改變嘅。你除非你能夠 correct 咗嗰啲 error 咧，你係用唔到嘅。咁咧，但係最近好似IBM 有個軟件可以好似好快能夠 correct 到軟件。如果係 correct 到咧，咁有個量子計算咧就可以會出嚟嘅。如果量子出嚟咧，話嗰個計算力係1000倍、10000倍嘅，咁我就唔知道會發展成點㗎啦嚇。咁可能robot 叻過人㗎啦。係，到時可能晶片需求都係要有，所以係回歸翻，其實晶片就必須嘅。係啦。咁所以似乎咧，倫大師就即係太虛無嘅啲投資概念就似乎唔係幾 buy 啦。如果係咁嘅話，就2026年要繼續睇下啦，會唔會都係一個 AI 大勢所趨嘅投資主題咧，會繼續運行啊？咁啊，呢一集唔該晒倫大師，亦都俾咗唔少 tips，無論係新手啦，因為都係想令資產持續增值嘅投資者嘅一啲意見參考下啦。咁啊，如果中意我哋呢一集節目，記住 like、comment 同埋 share 俾更多嘅朋友仔。我哋今集講到呢度，再一次唔該晒倫大師，我哋下集再見，拜拜。拜拜。